华视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。来看台中和平区的双峡部落，因的祖灵祭的传统祭仪已经停办超过100年了。今年恢复举办，部落的族人希望会当一步一步来找回到得要消失的文化甲传统。 透早天未光，真侪部落的人穿传统服装集合做伙，准备要进行祖灵节祭祖仪式。这是停几百年的传统仪式，即天顺利复办，参加的人比料想较侪，和全力推动这项活动的青年真感动。 今天非常感动，我们部落参与的人数非常多，就是比我们预期的人数还要多，这样子，就是各家族几乎都有到场这样。我觉得非常感动，希望往后能延续这个活动，来怀念我们的祖先。 和平区双峡部落伫日本时代受到皇民化甲迁移政策的影响，和真侪传统的祭典仪式豆豆消失，恢复办理祖灵祭，部落的族人拢热烈的回应。办理以后，我们会沿用一年的沿用，一直传承给我们下一代。 恢复办理祖灵祭只是头一步，未来将会逐年持续这项传统的文化，同时嘛会继续储备属于部落的重要祭仪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